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《申命記》第5章第1節至33節，主題係摩西呼籲新一代以色列民遵守十誡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5章記載，摩西召集以色列民，重申上主喺西奈山上同以色列民所立嘅約，同埋提醒子民呢個約係同當時活着嘅百姓親自訂立嘅。摩西再次講述十誡，包括不可敬拜別神、當守安息日、要孝敬父母，以及不可殺人、不可偷盜、不可作假見證，同埋不可貪婪等等嘅誡命。摩西回憶以色列民喺西奈山上聽到上主聲音時嘅恐懼情況，當時百姓請求摩西代替佢哋領受上主嘅說話，同埋承諾遵行上主一切嘅吩咐。上主命令摩西去教導百姓律法同誡命，以及囑咐百姓遵行，使到百姓可以喺應許之地得福，得享長久嘅日子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5章記載，摩西重申上主喺西奈山上同以色列民所立嘅約，而百姓承諾遵行上主一切嘅吩咐。咁你有冇喺日常生活裏面謹守遵行上主嘅誡命，同埋以實際嘅行動表達對上主嘅敬畏呢？